你自我介紹下。我叫黃澤林啦，咁英文名 Coleman 啦，今年21歲啦，啱啱工商管理畢業，我哋請網騙，你好熟個網㗎？網都熟熟地嘅，有幾熟啊？之前都有玩美網嘅經驗咯，美網即係美國知㗎啦網。 ，Facebook 啊、IG 啊、趣啊呢啲全部都係美網咯，人人都有經驗㗎。美網咁即係唔識玩小紅書啦。咁其實你有咩專長？專長啊，近網截擊咯。近網截擊，即係連登幫鋪做打手。係喎，你 DSE 咩成績㗎？CV 冇寫嘅。哦，我冇考 DSE 嘅，因為嗰陣時要專心打波。有書唔讀早波牛，你屋企人又有得你嘅？爹哋媽咪都好支持我㗎。打波呢啲課外活動嚟嘅啫，點揾食啊做網球員咯。？Come on, Coleman，呢度香港嚟嘅，DSE 都唔考，你出咗嚟社會點同人競爭啊？我打波都有陣時要競爭下㗎喎。咁如果俾你入到呢間公司啦，你有咩想 achieve 咧？大滿貫。下且都係大癲啲 friend 啦，見工講潮語，不知所謂。而家問你，你覺得自己有咩缺點？我覺得自己大賽經驗唔夠啦，即係冇 working experience 啦，心理質素都未必係最好。即係唔可以 work under pressure 啦。咁我唔 OK 單獨工作啊？Are you able to work 呢 independently？樣 OK 喎，我最擅長就係單打。咁即係唔識 teamwork 㗎啦。如果公司願意俾機會你，每晚淨係 OT 到2點左右啫，你接唔接受到？冇問題啊，tiebreak 加時我都有經驗啊，而且對自己嘅體能都幾有信心。1500一個月，10月14號翻工有冇問題？我嗰日唔得啊。唔得，DSE 都冇考喎，1500俾多你啦。唔係錢嘅問題，我10月14、15號要打波啊。啲 Gen Z 真係正正經經有份工唔打，你又打咩波啊？啟德體育園舉行嘅 Ultimate Tennis Showdown 啊，我要同另外7位嘅國際頂尖嘅網球手同場較量啊，你都嚟支持下我我啦。諗今日差唔多㗎啦，你最後有冇問題問我？使唔使幫你上快樂票買飛啊？驚你唔熟網，唔識買喎。你到底乜水啊？